好，今天呢，我们今天的乳酸菌煎饼的话，就像小叮当一样，我们做个煎饼。那今天我比较特别的就是用这个我们养乐多哈，养乐多，让我们今天要加的白糖呢不要那么腻啦。是，好，好，来，今天首先呢，我们将我们的蛋白，2颗蛋白，2颗蛋白呢，我们先倒到钢盆里面去。看到蛋白，很多人已经很害怕了。为什么要打蛋白？老师常常在教课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电动打蛋器，是，那我就偏偏不给学员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这个你才能够感觉呢，这个你在蛋白发泡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过程你才能够仔细的观察到，而不是你用电动的话，它一下子就好了。真的用手打的这个蛋白的细致度，其实是一般机器的没有办法绝对，就是人家常讲的手工嘛。对啊，纯手工的绝对比较好。好，今天蛋白我们先下的时候呢，我们再准备糖。糖呢，我们分3次。对，然后观众朋友又问，每次书上食谱上也说分3次，是，那到底这个3次呢是在哪一个点上把它放下去呢？老师？刚开始还没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的第1次，是，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打了。好，这时候我们就开始锻炼身体了。还有，大家现在可能会觉得很吵哦，但是我还是要跟观众朋友分享啊，有没有注意到老师在打蛋白的时候，手跟盆子的那个角度？其实呢，我们都是这样子，这样子是不对的，你很容易就妈妈手，这个手腕会受伤哦。对，所以你有注意到老师在打蛋白的时候是这样子，大家真的是比较省力、比较不辛苦的这个角度。如果你这样整个用手，对，很多人都这样子打，太累了，太累了。对。好，我们就这样。好，我刚刚讲的第2个阶段就是，我们开始已经有发泡的阶段。好，我们第2个阶段可以再下了。对，好，就是到这个程度。好，到这个程度呢，已经有点硬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第3次的糖。老师放糖的时候这样子放没关系。要这样子吗？平均分布吗？不需要，因为我们就是用这个打蛋器已经在里面充分的发挥到它的功能。OK， 好。是。好，我们呢最后把我们的蛋白，好来，有看清楚。硬性发泡，对，硬性发泡不是说像饼干一样叫硬性发泡，就是说它里面呢，它整个那个组织很绵细，然后会挺立起来。是的。好，那等一下呢，这个有关呢，我们等一下我们制作煎饼的时候呢，它的 Q 度，这个煎饼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要热吃，它要煎好冷掉再去吃。很特别哦，它很像麻糬 QQ 的，非常 Q。好，那我们来准备我们的第2个动作。首先，我们把我们2颗的蛋黄放到钢盆里面。好，谢谢。来，今天的主角，养乐多，乳酸菌。来。今天这个是2罐是吧？还是3罐？1罐半。1罐半。对。好，当然我们的面粉要过筛。好，我们不管是做这个蛋糕类啦，尤其是蛋糕类、饼干类除了我们做面包，我们很少过筛之外呢，都要过筛。不管你是在呢所谓的这种台湾很闷湿啦、很潮湿啦，或者是在欧美都一样啊。因为我们为了确认我们的品质，可以做得非常的绵细不影响口感我会建议大家这个动作千万不要省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拌在一起。好，当我们把面糊拌开以后，就要跟我们的蛋白做结合。好，那一般来讲，蛋白会一下子放吗？我分2次放。也是会分次放对。好，由下往上，慢慢拌。当
拌这个泡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有耐心。对，而且千万不要这样子去和，因为这样子蛋白就会消泡了。稍微拌匀以后，我们再放下第二次。好，好，基本上的面糊已经拌好了。是的，好。煎饼呢，首先我们要在我们的锅子上呢，轻轻的抹一层橄榄油。嗯哼。好，轻轻的抹上一层橄榄油。好，有点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下锅了。所以老师刚刚特别的交代，一定要用小火哦。你现在在做哆啦 A 梦的煎饼哦。快好了，好，煎这个一样要有耐心，慢慢的煎。啊，好漂亮啊，颜色，对，超美。这个已经感觉很好吃哎，因为闻到它的香气。嗯，好。好，小叮当的这一片完成了。小叮当的煎饼。对，老师再继续煎第二片嘛，哈。哇，好像很好吃哎，好香哦。是。你看，像刚刚老师并没有加任何的什么香草精啦，或者是别的味道哈，就是很单纯的用糖、蛋白、蛋黄，好，所以加上这种乳酸菌呢，我觉得会有一点把那个蛋腥味都压掉了。嗯，对，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道料理，然后大家回去都会做。还有就是同学呢。就是观众朋友啊，很多在学料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会很急，说好像会扒锅，他就会再加油进去。对，这千万不能再加油了。哦，我刚刚已经提醒过了，我们这不是在做葱油饼，是，不是萝卜丝饼。哦，你加太多的时候就变成是葱油饼了。完成了，完成。